Hello，各位同學，我係馬文博老師。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做《一支鉛筆的承諾》。佢係一本由英文翻譯做中文嘅書嚟嘅，作者叫做 Adam Brown。首先俾大家睇一幅圖畫先，有冇同學仔知道呢個係咩地方呢？冇錯啦，呢個就係美國紐約市好出名嘅華爾街。咁點解呢條街咁出名呢？就因為佢係被譽為係美國甚至係世界嘅金融中心，因為喺呢條街裏面有好多嘅交易所同埋唔同嘅金融機構都設立喺呢一度，所以亦都象徵住金錢同埋財富。而書裏面嘅作者佢原本嘅人生目標咧，就係喺呢條街裏面工作，一心咧諗住畢業之後就成為一個金融才智咧，去賺好多好多嘅錢。但喺佢大學嘅時候，佢突然間好想藉住假期嘅時間去遊歷一下呢個世界，用佢嘅雙眼同埋雙腳去感受一下。咁所以咧，佢就成為咗一個背包客，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而當中咧包括咗越南、中國同埋夏威夷。當佢遇到每一個小朋友嘅時候，佢都會好好奇咁樣問一條問題：如果你可以擁有全世界嘅任何嘢，你最想要嘅係啲咩咧？原本佢都預期啲小朋友會答電子產品啦、跑車啦、玩具啦，但係咧有一日佢去到印度嘅一條街裏面，佢見到一個乞緊錢嘅小男孩，佢就問呢個男孩子啦：如果你可以擁有世界上任何一樣嘢，你最想要嘅係啲咩咧？呢個小朋友諗咗幾秒之後就答佢啦：我想要一支鉛筆，因為呢個男孩子佢從來都冇返過學。當佢喺窗見到啲人返學可以用鉛筆寫嘢嘅時候，佢就好想將佢冇學過嘅嘢都用鉛筆寫出嚟。呢一個答案令到作者覺得好神奇，因為鉛筆對於我哋嚟講只係一種書寫工具，好平常亦都好廉價。但佢冇諗過，對於呢個男孩子嚟講，一樣微不足道嘅嘢，竟然可以滿足呢個男孩子嘅好奇心，甚至可以打開呢個男孩子學取知識嘅一個鎖匙。就係因為呢個同男孩子嘅互動，令到作者突然間有個諗法，與其捐錢或者坐喺度咩都唔做，佢決定喺佢嘅遊歷裏面，每遇到一個小朋友，佢就會送佢哋原子筆同埋鉛筆。而透過佢一路上嘅經歷、所見所聞，最後佢放棄咗原本諗住喺華爾街工作賺錢嘅呢個人生目標，反而係透過自己嘅經歷同埋金錢去幫助更多嘅人。所以喺佢25歲嗰年，佢就成立咗呢個組織，叫做鉛筆的承諾。而去到而家，呢間公司已經喺全世界起咗超過600間學校，幫助咗好多好窮困嘅孩子，帶嚟咗讀書學習嘅機會。呢本書就係講述 Adam Brown 佢由16歲讀書開始，去到中間遊歷之後成立公司，中間所經歷嘅起起跌跌同埋難關。縱然唔係一帆風順，但係佢冇放棄佢嘅夢想。各位同學，唔知道你哋又會點樣回答 Adam Brown 呢條問題呢？而你哋嘅夢想又係啲咩呢？一句說話節錄喺呢本書裏面。也許我從不知道，憑一個平凡人的微小力量，竟能讓那根用木頭和石墨做的棒子，翻轉無數偏鄉貧困孩子們的人生。所有改變都從一支鉛筆的承諾開始。同學仔，有時你哋會唔會覺得自己嘅能力好有限，甚至你覺得自己嘅夢想離你好遠好遠呢？盼望有興趣嘅同學可以去借閱呢一本書，亦都希望書裡面嘅內容、作者嘅經歷能夠鼓勵到你。夢想成真，我哋先要由有夢想開始。無論你覺得你嘅夢想係大或者係細，盼望你哋能夠有勇氣踏出第一步，勇敢嘗試。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我哋有機會再見，